百工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甲大家紹介的主題，就是我伫銀行講台語。咱敢捌聽過士大人咧開講的時，講到早3點半開巴拉票買基金才會輸咧。這事聽到的時，是毋是頭殼霧煞煞，唔知影因啊到底咧講什麼話咧？其實啊，這事攏甲銀行有關係哦。咱學生人啊，平常時較罕有機會去銀行，上有機會去銀行辦的業務，就是去開戶，去開一個口座咯。開戶、開口座啊，就是華語講的戶頭。安尼啊，若是士大人要匯錢給你，還是你有需要匯款去共買的物件，就真方便咯。另外啊，現代人定來出國，無定咱嘛有機會對士大人去銀行換外國錢。那安尼啊，即係佇銀行要用的對話，安怎用台語進行咧？今仔日個百工講台語啊，咱就要來和大家做伙來分享。咱啊，一行入去銀行，徛伫門口口的服務人員，就會真好禮哦。因會甲咱問講啊，今仔日要辦什麼業務咧？過來，行員就會講，請抽號碼牌啊。號碼牌啊，抽好以後，咱就會當坐佇邊仔椅仔聽候啊。也是趁這個時陣，先去附近洗洗鬧鬧咧。等啊，叫到咱的號碼以後，若是要開戶，咱會當直接甲行員講啊，你好。我想要開戶，也是講啊，我想要開一個口座。說落來，服務人員會甲咱討身份證、第2身份證明，啊，就是健保卡，也是駕照。閣有啊，第3項是印鑑。若是咱還未滿18歲，要開口座的時，閣愛有法定監護人。一般來講，就是阿爸甲阿母攏總做伙來哦。聽候這手續辦好勢以後，佮寄付一寡現金入去口座內底，安尼啊，咱就完成開口座的任務咯。除了開戶換錢，也是咱定來去銀行辦的業務。咱若要換外國錢啊，銀行的行員一般會先對咱問講，啊是要換倒一國的錢？這時啊，就要先知影咱要換的外國錢到底安怎稱呼啊？親像美國的錢叫做美金。中國的錢啊，叫做人民票，也是人頭紙；歐洲啊用歐元，日本用日票。安尼啊，是毋是真複雜咧？若是記袂起來，嘛袂要緊哦。阿信老師佇遮教各位一個撇步，就是你若唔知影要安怎講，就甲國家的名後壁加上錢這字就好。像講啊，我要換5000塊台票的韓國錢啊。安尼，銀行員就知影咱要換倒一國嘅錢咯。上尾啊，咱來學習今仔日嘅句型。今仔日要辦什麼業務？請抽號碼牌。你好，我想要開戶，要換倒一國嘅錢？我要換5000塊台票嘅韓國錢。今仔日啦，咱的百工講台語就講到這，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，會記得去銀行的時會當練習看覓哦，咱後擺再會。